奇幻的世界，翻翻剧本到底怎么写？新来的灵感废柴，本需从头学。命运的玩笑究竟怎么解？开挂的系统就能不停歇？一板一副我成了失恋，阵法招式和境界，谁值得考验？是我一击看三绝。来不及防备，逼得我无路可退，这战的是什么鬼？你什么段位？我堂堂的天谁，主宰谁怕谁？别给我机会，我要一路到神迹，人生中不是原罪，怒气都加倍，惹恼我的人要小心添加积累。艾利师兄，我在下一集等你。啊？下一集在哪儿啊？你点击追番就知道了哟。真正的大麻烦才刚开始哦。今日我们5人生死与共。不错。神器须弥戒指，持戒人可凭无上剑意穿透空间。你是灵界剑圣柳明轩的女儿。哼，黑羽族第3真王，暗夜。凡间是上仙为化神境的低境界时空，你一个反虚境怎么进来的？你入侵凡间有何目的？不怕引起2族冲突吗？人齐行事，释放人质，立即投降！你看哪儿？死！师姐，都别吵，我在做光合作用呢。小红花，感觉身体被烫。这招是叫光合作用吗？你没事吧？哼，男人果然会拖慢我拔剑的速度。好霸道的光明力量！你在看哪儿啊？一起上！我试过了，他在凡界不敢发挥反虚境的实力，因为他害怕引来天劫。没错。这样一来，我就能赢他。哦，再加上小红花克，赢他2次，再加你们，赢麻了。真是一群杰出年轻人，只可惜你一个都走不了了。有生黑暗惊险，十全御灵正气。神剑圣贤现世。这是小心，这是神器。神器？怎么今天全是超高内容啊？我奉神意下凡，以3神器杀一凡人。安林，这是杀你的第1件神器。万年前被封印凡间的我族圣物圣行剑。警报！这柄剑可以破灭法则，甚至能杀死我。什么？第2件神器，破剑钉。小心！
一起上！灵力消失了。第3神器，天绝星沙盘。吸收的天地灵气全部释放，威力足以毁灭星辰。我的使命完成。我靠！你让我死个明白！这么大手笔就为了杀安莲？为什么要针对安陵？谁派你来的？神兽要除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。这东西是说安莲？喂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！或许是。不行！啊！你是谁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啊！这里是你的气海，你体内的世界。系统精灵。圣血剑正在切断你我之间的联系，这个过程我们都会有点疼。怎么回事啊？对不起，原谅你。这场袭击是冲我来的。啊！你没事吧？别过来！靠近我，你会被卷入天劫的。天劫都来了，真刺激啊！阿琳娜，你到底得罪了何方神圣了呀？阿琳，你一定要……难道就到此为止了吗？情况失控了，我留下来解救安陵，你们想办法。师姐为了救你，可是命都搭上了。这回咱们要是能活下来，你可得好好补偿。靠近我，你会被卷入天劫的。系统精灵，你到底是谁？别过来！你我来自另一个世界，一个失去你的世界。我是缇娜，我是你的精灵啊。缇娜，安陵巨人，在未来的天道大劫中，我们输掉了一切，也失去了你。于是我用尽力量来到了这里，我想改写命运，不要你活着。我找到你了，安陵巨人。
这么做值得？当然知道。快走吧，老爷爷，别打扰我们。为了帮你战胜未来的敌人，我化身系统精灵，陪伴你，磨练你。但我不属于这里，我在这个世界留下的痕迹越多，我就越接近小我。刚刚我直接干预了现实，这个世界容不下我。你怎么消失了？我的记忆怎么变了？天道正在抹除我留下的痕迹。好棒啊！我们赢了！我没打你，这是意外，我没想打你。难活该。那就给我忍着！安林，揍扁他们！请自教。臭死了！阿姨，我们出发啦！初始化完毕，我是系统精灵。原来你一直都在我身边，保护着我。这是我最后的力量，用它，你可以破掉外面的大阵。我一消失，天劫就散了，你就安全了。不要啊！不要难过，你很快就会忘记我。不！你别走！放开我，天劫！不，天，你止！想开心你会找到你，只要你活着。天啊！天哪！你在哪儿啊？陈哥，醒醒！你们怎么了？别担心，他们只是昏倒了。安灵巨人，缇娜，你还在？太好了！你没事吧？哭鼻子羞羞哦。天劫散了吗？刚刚那一轮散了，但是我不消失，天劫是不会结束的。糟糕，天爵星沙盘要发动了！缇娜，我该怎么破掉这个阵？安灵巨人，为什么要把自己陷进来？因为我付出一切，我却对你一无所知，这不公平。我要留住你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。缇娜，你……我总以为我还有时间呢，真想把我所有的心意都告诉你，可惜世界上没有语言能够说清楚。缇娜，分别的时候要笑哦，等重逢的时候再哭。安灵巨人，我想最后再当一次系统精灵，跟你再大闹一场，可以吗？没问题。叮咚，我是系统精灵，宿主，你准备好大杀四方了吗？准备完毕，请指示。那么变身吧，光之少年！变身，光之少年，阿拉拉朵密马卡巴卡，神威！第一步，我们用神威术收服神器。我靠，安灵巨
雄起了！喂，邓星星，准备帮助安林。安林身边似乎有一股力量。安陵巨人，这把破戒钉是专破阵法和封印的神器，这3件神器桀骜难驯，你要努力早点得到他们的认可。哦，好的。神器认主了，看来不用我帮忙了。第2步，我们用破戒钉破阵，收服天绝星沙盘。哦，好的。安陵巨人，使用神剑术。神剑术，这是阵法的破绽，下钉。破阵了。你再厉害，我以后也会欺负你。拔剑。第3步，蒙影神剑，破天劫。这姿势是要干嘛？破天劫呗，看不出来吗？安陵，上！破天一剑。6000换到此一游。我信了，完事你们叫我。缇娜，天劫散了呀！我一消失，天劫就散了，也就安全了。缇娜，叮当，系统精灵缇娜给安陵巨人颁布最后的任务。你要去精灵国度找到这个时空里的我，该任务不许失败，安陵收到。要认真完成任务哦，不许随便做做。任务一旦成功，我们就算是重逢啦。再见，安陵巨人。再见，缇娜。众修士都安然无恙。下凡代购没有报销。于安的粉丝福利是单独约会，但是柳师姐、小兰班长都跟着去了，太惨了。得到2个半神器认主，圣邪剑认主了，但没完全认。神器在我手里发挥不出威力，惨。在凡间，在术院都被各种表彰，但是高兴不起来。新系统用不惯，界面也看不惯。天盟已经收押了暗夜，开始调查了。这个世界有不得了的敌人，得好好修炼了。学会了控雷术，还没用过，很厉害的样子。丧失大量记忆，但还记得缇娜。每天醒来歌颂太阳，5日3省吾身低调模样。
我想有些事情不适合太快。情况，经济名额有限，报名队伍这边排。有些事要喜欢才会痛快，志同道合这一数就是真爱。有些事不一定照规矩来，但下次外挂别再开，我们用心对待，总有人说开黑他一定会来。速度要飙上800迈，外套第一选择比赛。中二的年纪就要狂起来，就当一回游戏天才。笑容决定运气好坏，但要给我算命请走开。下次带你领略城市色彩，听听凡人